平化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编号第3号。今仔日我要朗读的题目是第8篇。放学了后，作者尤聪玲。哇，上尾一节课总算下课啊！要载进去的物件紧收收咧。作业簿啊、联络簿啊，一定爱会记你走。倒来厝，才袂互人面甲臭头。便当盒仔嘛爱摕转来去洗。若无，明仔载就爱洗臭酸的便当盒仔，嘛会互老师骂。阮兜离学校无偌远，用行的10分钟就到啊。毋过，我毋免行遐紧，豆豆仔行就会用哩。因为今仔日早起要出门的时阵，阮阿母有甲我交代，放学爱较紧转来斗轎轎啊。我才无想要遐早就行到厝咧。对啦，先说入去点仔买一寡四收仔，才阁讲。若无，等下我一定会了甲屁屁错。阿母啊，我转来啊，红风。还袂踏入雨行，我着大声叫阮阿母。我常常唠一寡英语互阿母听。阿母虽然有时阵敢若好爸母咧，毋过我嘛是真爱伊。不怪阿姊笑阮有淡薄仔恋母情节。毋过阿母嘛讲，日子啊，细汉的时阵嘛是真感觉啊，甲阿母对调调，真正是久笑鼻无尾，鼻笑久，头短短，哈哈。册包囥咧，就紧来斗轎轎啊哈！阮阿母搁咧催啊，好啦好啦，来咪着来。阮兜是种田的，阿爸讲。报田无立顺，只好该种老叶啊。种老叶啊是足够工的。大人去种叶啊、麦叶啊，阮囡仔人若有闲，就爱斗摘叶啊。捡叶啊，就是夹对园林挽转来的叶啊，倒伫大水桶底，落水洗洗咧。才搁一叶一叶捡做伙，贴好好势，上煞尾才一沿一沿放伫篮仔内底，装好好势，才交互贩仔卖出去。捡叶啊真简单，毋过规工做同款的动作，实在有够无聊的，而且。工钱嘛足少的，放学了后，若做6点钟，俗济才会当趁8到10块尔尔。热天天较热若寒天时啊，就爱做甲按眠梦，才会当休困。别人家的囡仔放学了后，若毋是看电视，就是拍电动。耍电脑，我实在有够精神的。毋过阿母定定讲，艰苦头开活尾，细汉食过苦的人，大汉较有出头的机会。看阮阿爸、阿母，逐工拢做甲无眠无日的趁食，饲阮一家口啊。实在真辛苦，咱做实习会当做一寡工课，嘛是应该的，真少无要紧。阮兜一家会当平安幸福，我着足满足啊！
我的朗读到这结束，感谢大家。